台湾伫第一代细半导体以及第二代砷化镓半导体的产业大步全球，为了将这个优势持续发挥伫咧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和台湾伫全球电动车供应链占有重要地位。市府甲工业研究院伫去年9月29共同宣布启动化合物半导体产业南方雨林计划，目的就是要有先布局未来世代半导体市场，并带动周边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台南第三个经济引擎。要在台南这样的地方用第三代化合物然后呢带动整个台南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台南市政府除了在行政上全力来配合协助之外，我们也应该会在所有的这个产业的结合方面，结合沙仑智慧绿能科技城，以及结合所有的台南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动能，能够在沙仑继续让它雨林成荫。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化合物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台南市政府特别制作了南方雨林计划影片，并伫咧脸书台南 Today、YouTube 频道、台南视野以及台南市第三公用频道播出。欢迎市民朋友会当用网络收讯，也则是准时伫暗时8点半伫第三频道收看，做伙了解这项台湾重大研发成果。台南新闻蒋秀维采访报道。